看仙弟姐姐，敢会晓唱歌？会哦。敢会晓跳舞？会哦。敢会晓讲台语？嘛会哦。啊，毋过钱咧，就甲我拄则问的共款，伫倒位？哦，我平常时除了工课，啊，搁有出去佚佗以外，上爱的就是拍电动。我会使连续2天拍7、8点钟都无休困，算到上暝的时阵，朋友拢问我讲，你哪会瘦甲安尼啊？你到底是安怎减肥的？我拢讲哦，迄是因为我的电动已经99级啊！真的拢无食饭啦。哇，我足欢喜，平白合作先弟，我是主持人，不是参赛者。一个舞台顶，敢若会使有一个先弟尔有一呢。个最恐怖的代志，伊嘛是先弟舞。我嘛是你爸爸敢嘛是吴宗宪？不是不是。哦，不是就好啦。虽然你的台语嘛是足认真，啊讲甲足清楚，啊但是笑点无够力。我伫甲你看时钟，第一个1分钟半，我连笑都无笑出来。唔是你的人无好笑，是你的故事的安排无够精彩。好，多谢才多谢。只高水，是啊差一点点嘛。差一点点啊嘛。差3点点啦。